我哋去咗珠海萬雪匯室內滑雪場玩，用2分鐘帶你睇下佢嘅內部設施同埋雪道嘅情況。萬雪嘅地點係距離我哋熟悉嘅環宇城大概15分鐘車程，十分方便。從外表嚟去睇就係一條長長嘅建築物。車我哋嘅司機都唔知道佢已經開咗業，我估有好多人亦都冇留意有呢個地方，所以佢嘅優點就係少啲人。我哋已經喺美團買咗票，去右邊嘅票務中心用美團 QR Code 就可以換到入場嘅雪卡。入閘之後，右邊就係攞裝備嘅地方，因為新開業嘅關係，啲裝備都係好新。左邊就係儲物櫃嘅區域，直行到尾就有比較簡單嘅更衣室。入到雪場區，右邊就係滑雪道，左邊就係玩雪區。要注意玩雪區嘅門票係要分開購買。中間嘅做雪機做出嚟嘅雪都幾逼真。單一綜合雪道上邊大概1/3長度為中級雪道，而下邊大概2/3長度為初級雪道。兩段嘅分別主要在於斜度。由於係咁嘅設定，佢係比較適合初學練習或者準備出去滑雪前嘅熱身。左右兩邊都有摩肩上雪道，唔使排隊，好方便。雪道的確係比較窄，我哋平日去係冇問題，週末如果多人就可能比較難玩。由於比較窄關係，亦都要留意一啲非常初學者用直衝唔識剎車嘅方式衝落嚟，避免被撞到受傷。我嘅意見係，如果你係高技術或者覺得直衝落嚟好悶嘅，咁你就唔好嚟。如果你係為咗熱下身，或者練習下自己嘅技巧先至出去滑雪，咁就非常合適。如有需要係可以請駐場教練。